云林县警察局为今年的7月开始，针对非法的改装车辆、危险的驾车、甲提车来进行着大稽查。这个斗六分局嘛通知20位涉嫌危险驾驶的车主到现场来做检验，若是违规者，限期来改善。云林县警察局积极落实县内交通治安，除了针对确有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加强巡逻，同时嘛要求各分局配合环保局监理站，对不法的改装、危险驾驶等等进行稽查。配合这个环保局还有监理单位实施这个临时检验的一个措施，以遏阻这个危险驾驶的部分在我们辖区来发生。警方希望透过稽查方式，用有效阻止不法的驾驶行为，为民众打造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。那另外有一些噪音的部分，我们也会同这个环保局加强来稽查。针对这摆违规车辆的稽查，警方表示讲日后会继续进行，同时嘛提醒乡亲共同遵守交通规定，伊若无强行，就会接到罚单。